來講，漢光演習進入第4天，也海軍執行濱海打擊軍화防禦作戰，釋出動更力飛彈快艇。海巡這個8日南實在雄風3型反艦飛彈做伙來緊急出港反制中國軍艦。也海軍閣第一擺運用2種新型的攻擊無人機，來提升部隊的打擊能力。接到命令，海軍的攻擊飛彈快艇為高雄做行軍港出發，掛到大海前線。漢光演習第4天，國軍操演進程到沿海反定量，濱海打擊團花戰鬥輪到海軍打動擊。模擬向南進發咱南部海峽，有高機動性載雄2反艦飛彈、攻擊飛彈快艇是進化打擊主力，沿岸固攻擊有效打擊強艦。老總統蔡備佇個很好略述的攻擊飛彈快艇對官兵信心發聲。我在飛彈快艇64艇駕駛台，你們接獲命令，緊急出港執行濱海打擊任務，在演習中積極應對，強化協同默契，才能夠因應各種狀況。海巡8日南兵戰轉換，在雄3飛彈參加漢光演習加攻擊飛彈快艇執行反艦任務。進化防禦作戰部分陸戰隊及 M109突擊艇執行快速反應任務，幫偵察型無人機掌握海空球動態。賴總統來到高雄，視導漢光演習，國軍也一口氣公開了2款的新型無人機，分別是中型自殺無人機以及攻擊型無人機，投入打擊任務。2隻構造的中型自殺無人機，乘在空中境界掌握海上目標了後，馬上加速衝來攻擊帥氣攻擊型無人機，展現具機動性，也無機攻擊團壞目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